下晝4點12分，唐姨嘅手搭喺我嘅手上，佢嘅手有啲凍凍地。佢企起嚟嗰陣時，我感覺到佢捉緊我嘅手。嗰時我係陪緊唐姨由客廳行到飯廳，我哋準備玩遊戲。因為之前有嘅時候，唐姨會唔想玩，我就用咗類似氹嘅語氣，嗌佢一齊玩啦。而佢嘅反應就好似一個婆婆就咗自己嘅孫仔個意咁，微微笑嘅點下頭。我當下嘅諗法係，佢需要做好多運動，你比起嘅血液循環好啲。喺行嘅過程中，我哋嘅手自然嘅跟住個步伐放鬆或者捉緊，我嘅手會跟住佢嘅節奏，時不時嘅提起一些，調整到一個適合嘅高度。我感覺到唐姨對我嘅信任。